近年澳門中小企經營正面臨寒冬，喺鋪租成本以及人力資源等之間為求生存盡力掙扎。喺疫後更加出現結業潮，其中餐飲業佔中小企嘅大多數，首當其衝受到影響。澳門餐飲行業協會會長李任良表示，近年澳門消費環境嘅轉變，市民選擇離開澳門消費，加上大環境經濟不景，令到澳門飲食業百上加斤。其實澳門嘅餐飲業大概係結業咗差唔多近1/4嘅。但係我哋個行業都係一個比較有韌性嘅行業，但係過咗疫後之後咧，又開翻200零間出嚟，包括我哋嘅食材相對比較貴啦，包括我哋嘅用戶而家好多嘅消費習慣係因為去咗其他區域消費。李任良又提到，當年天鴿風災，唔少同業都有向政府申請貸款，不久之後就遇上疫情，又再向銀行貸款。現時有啲店鋪儘管生意差都唔結業嘅原因，係因為一旦結業就會即時要求還款，無疑令到主理人更大負擔。至於餐飲業難生存嘅另一個原因，就係現時嘅外賣平台對商鋪食水極深。早前李任良喺業界嘅座談會上，代表餐飲業界發言，引起社會關注。李任良話自己嘅原意並唔係反對外賣平台，認為現時係數字化嘅年代，外賣平台係全球趨勢，只係希望外賣平台同餐飲業界中間能夠取得平衡，唔能夠抹殺餐飲業嘅生存空間。首先你商戶度收咗一個配送費啦，然之後再喺用戶度收配送費啦，咁但係用戶嘅配送費呢，就好大嘅比例都轉嫁咗喺個商戶度，咁加上一啲優惠券啊等等，咁形成咗佢哋嗰個經營成本啊，喺每一單嘅外賣裏邊都去到差唔多接近50啦。咁對於佢哋嚟講，個經營係好唔樂觀。如果一張100蚊嘅外賣單，一個商戶係只能夠收翻50蚊，佢仲要有食材成本、人工成本、鋪租成本，究竟呢件事係合理定唔合理嘅？喺疫情嘅時候，市民同商戶習慣依賴外賣平台。據我現了解，外賣平台喺疫情生意每月接近2億。有外賣平台嘅業內人士就透露，外賣平台競爭將會越嚟越激烈，平台為搶佔市場不惜工本，但係同時唔排除將部分嘅成本轉介到商戶身上，變成平台之間嘅惡性競爭，形成現時商戶經營嘅困難問題。擔心最後商戶因為成本問題，將原本嘅食材換到次一級，最終會受損失嘅都會係消費者。